到后要用我也没去，那呢被教材听了要给你如何榜荣耀，你想想做自动挡嘎，然后做客户的话很值得嗨耍，就是还等资格上市，就已经提没想听了嘎，头个咨询了就这个对了，这个你就好补了，然后就你要破泥水奖就开始他订车了还要4种跑地那个离北文山的话嘛，不如小城的路程啊，我觉得呢是很感动并且话非常认识做相处交流并且把手续面对面跟他沟通之后，觉得还是真的每他们的缘分太深了，然后那比你关系处理比较拢相朋友的因为勇哥嘎，觉得他要介绍客户了嘎，都成的话给大家很滑稽，还包括话那么如果你没车可说的话，最近都可以低blow如果你的车户给还可以更自在化，还可以资历更多嘛，嘎，所以话最近不知道如果你车还更自在化，可能这个指望、指望、想望这么可能的，嘎，所以办卡的话，希望大家都可以办到这么车库的话，够多万也可以办到嘎，感兴趣的话可以多看多少车嘎，要不然的话，祝给你勇哥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工作顺利想没车给你们话，多来找我，我也没去，你要问上红厂上吧。